各位師兄，而家介紹尖沙咀一個最 top 嘅師傅，走龍筋師傅婷婷師傅啦。婷婷師傅啊，你做呢行走龍筋幾多年㗎啦？我係婷婷師傅，我做咗走龍筋已經有8年嘅啦。問到佢困擾咗好多年，幾多年到啊？嗱，我本身呢個尿頻尿急夜尿啊，同埋性能力唔夠強咧，都持續咗成6、7年㗎啦。黃生，你喺呢度咧走龍筋咗2次啦，咁個效果如何啊？咁自從你幫我做咗之後咧，咁咧我每晚最多係1至2次，同埋咧屙尿啊暢順咗啦，就唔會滴下，就尿頻尿急，同埋性能力係唔好嘅。每晚咧都要去3、4次廁所嘅，都跟進得好好啦。最緊要咧就係夜晚嘅夜尿次數咧減少晒啦，個人咧精神晒，同埋咧嗰個性功能嗰個改善咗，變咗自己誒增強咗男人嘅嗰個自信，真係好好啊！從你幫我做咗2次之後咧，有好大嘅改善啦。哦，唔好客氣。